6月份爱乡体会班，班开始，下午记得步行3几公里，前到1几公，再几公，3几公，滚到1几公，再几公，3几公，恭请红点师开班致辞。前点人师慈悲，前到1几公，坤到1几公，点传师早安。点传师早安。各位天贤请坐下。两点传师主席各位处长廉政组长副组长各位前贤大德大家高赞。传师好。非常的欢喜今仔日就到咱爱上的1个月1次的这个开班，讲起来会使讲是非常的难得啦。1个月哪1班尔，讲起来无济，机会嘛非常的少。当然今仔日有这个机会，将受咱天恩师德，咱美林祖师蒋天华、师尊师母的蒋德华，有咱老前人5代牺牲，成天人的因为，甲咱周建林，佮咱傅建林各位两本书，佮咱地方各位前贤大德的这个准备，咱会当继续伫这个庄严的活动，大家当同住一堂做伙来研究了着圣教，伊拄在经典上的这个义理。当然5教圣人所留下的这个经典会使讲所谓的经典，咱讲经典之作，经典就是无受到时间、空间的迄个限制，伊到啥物时阵拢会用起。亲像昨昏或是去桃园，叫咱桃园前贤做伙来研究着这个《道德经》。这个《道德经》到即摆有几千年伊无受到时间甲空间的影响，一本经无作用，安尼就会当算作经典。所以讲，这个经典会使讲是咱圣者的这个智慧，嘛就是伊人生对悟了着这个宇宙真理，体悟伊的结晶所拄在这个经典上。那当然有圣者伊的结晶，拄在这个经典上来依由到即仔，咱会当来甲研究，相信这是咱的福报，嘛从中会当来吸到圣者的智慧啦。咱各位前贤，敢是安尼？敢是？咱各位前贤咧听道理，敢听有？若来咧听道理，敢听有？有无？听迄是会讨厌还是欢喜？会欢喜啦所以讲伫即个所在或许就是咧讲，咱今仔日人讲一举惊醒梦中人有当时人无学不知义啦。所以讲经过了着即个学